翻嚟再一節新聞，香港科學館3個新常設嘅展廳聽日開放，包括係生活科技廳、創科廊同埋人工智能廳。3個新展廳設喺科學館2樓。喺生活科技廳呢一個 DC-3 型客機貝西號再度歸來，透過虛擬導覽，俾參觀者參觀客機機艙，了解客機設備同埋儀器等等。展廳仲展示大約20組嘅互動展品，介紹點樣將科技融入衣食住行，包括自動駕駛、糧食科技等等。至於創科廊就介紹5大影響未來嘅科技，包括量子科技、先進材料技術、生物科技以及機械人技術等等。部分內容仲會配合香港高中嘅物理、生物、資訊及通訊科技等等嘅課程。嚟到人工智能廳，唔單止介紹人工智能嘅基本原理，仲會有多個互動裝置，包括透過拍攝個人頭像，再轉化成唔同行業人員。又利用實時身體影像模擬出人體3維模型，顯示動物位置以及骨骼結構。喺人工智能廳入面，呢一個猜包剪揼嘅互動裝置已經可以辨認到玩家嘅手勢，所以無論我出啲乜嘢都好，我都贏佢唔到。科學館舊年接待超過120萬人次，館方期望今年增加1成。過去咧，我哋科學館咧比較多嘅參觀嘅朋友咧，就係啲家庭啦，或者係一啲小學生啦。咁我哋希望咧，借住呢個3個新展廳嘅開幕咧，能夠咧擴展我哋嘅觀眾群。咁啊，希望可以吸引到一啲嘅對呢啲新科技有興趣嘅朋友。咁而創科廊咧，就係因為配合呢個中學嘅科學科課程，咁我哋亦都相信咧，更加多嘅學校團體咧會參觀嘅。館方又希望展廳發展為一個平台，展示唔同公司新嘅科研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蕭亞文報道。